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喜達哲 Mia，今日嚟到寶心片區，帶大家去睇3套全新出租嘅單位，有大單間、1房1廳、2房1廳，全部都係業主配齊家私家電，我哋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咁我哋都照舊講翻呢度嘅交通同埋配套方面啦。佢依家嘅位置咧係喺寶心站嘅 D 出口，好遠步行過嚟呢個地鐵口咧，只需要3至4分鐘嘅腳程，就可以過翻嚟呢邊啦，坐翻5個站，大概20分鐘咧就可以翻到蓮塘關口啦。如果話翻羅湖關口嘅話咧，9個站26分鐘咧，亦都可以翻到羅湖關口嘅。翻各大關口咧都係非常之方便，周邊生活配套咧亦都係非常齊全嘅。我哋樓下咧有非常之旺嘅底商啦，基本上可以滿足翻我哋日常嘅採買需求啦。落街就可以買翻啲生鮮肉脆水果翻屋企，或者係出街食飯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咁呢個位置咧亦都有大商場啦，我哋附近咧有喜匯城、天河城購物中心，行街睇食飯咧一應俱全嘅。咁如果大家話想去行翻啲其他嘅商圈嘅話咧，我哋附近仲有水貝嘅商圈啦，包括可以去行翻水貝京基 KK Time、IBC Mall，或者可以去翻布吉嗰邊啦，行翻萬象匯嘅。咁嗰邊嗰個商場咧亦都有12萬方啦。周邊嘅商業嚟講咧，亦都係比較集中嘅。最緊要呢個位置嘅生態環境真係非常之靚嘅。我哋屋苑周圍咧有好多大大細細嘅公園啦，包括有翠竹文體公園啦、東湖公園同埋60萬方嘅深圳水庫，都係圍繞住我哋屋苑嘅。所以呢個位置嘅空氣質量咧，亦都係比較好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即刻過去睇翻個租盤單位嘅情況先啦。嚟到16樓嘅位置，帶大家由細睇到大。我哋首先嚟睇下33平方大單間嘅單位，入到嚟右手邊咧係一個衣櫃，全屋嘅家私家電咧都係全新嘅。隔離仲有張書台，咁我哋望翻過嚟我左手邊，咁呢度咧有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道門咧有少少擋住咗嘅，咁我哋閂埋門。一齊睇下呢度咧，上下櫃都做齊啦，煮食3件套，抽煙機、電磁爐、星盤亦都有齊嘅。隔離仲有一個雪櫃，雪櫃亦都係全新嘅，因為咧佢未撕呢啲薄膜，我就唔打開俾大家睇啦。咁我哋再望翻過嚟呢度咧，有一張1.5米嘅床褥，上邊咧有冷氣機嘅。呢度嘅層高咧係3.6米，所以個空間感嚟講咧會比較好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。呢度咧亦都有窗簾嘅，出到嚟呢個位置咧係一個洗衣機，亦都係全新嘅。上邊咧有個熱水器、通天然氣。咁呢度咧亦都有少少嘅景觀可以睇下，可以望到我哋維嶺公園嘅公園景觀啦，同埋遠處嘅城市景觀啊，望出去都比較開揚嘅。咁呢個朝向咧係西南朝向。OK，咁我哋而家再入嚟睇下洗手間嘅情況。呢個洗手間嘅空間都可以兩段式嘅設計，乾濕分離。呢度咧有個坐廁位，有窗都可以打開通風透氣。隔離鏡櫃、洗手池都入嚟睇下企缸位嘅空間啦。呢個空間咧一個人沖涼完全冇問題。上邊咧有個花灑。OK，咁我哋講翻呢一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呢一個單位嘅月租金咧係3300蚊一個月嘅。咁我哋而家過去睇下大嘅1房1廳。呢個單位係55平方1房1廳西南朝向嘅戶型。我哋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先。呢個廚房咧有獨立嘅空間啦，而且有窗。咁前面呢個位置咧有個星盤嘅。全屋嘅家私家電咧都係全新㗎啦。呢個位置咧有個天然氣錶，所以咧呢度係可以明火煮食嘅。上下廚櫃都做齊啦。抽煙機、雙爐頭嘅煮食爐。出嚟呢度咧有個雪櫃。呢個雪櫃亦都係全新嘅，咁就唔打開啦。出嚟呢度咧，亦都有門咧，可以防止啲油煙飄到出去個廳呢度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呢個位置咧，係我哋餐廳位，擺嘅係2人嘅餐台。再入嚟就係我哋客廳，客廳而家擺咗張2人嘅梳化，對落咧就冇擺到電視機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有需要話配翻電視機嘅話，我哋再另外同業主去傾一傾啦。上邊咧有冷氣機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先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咧比較闊落嘅，呢個位置咧擺咗洗衣機，上邊咧有做到晾衣杆。西南朝向景觀咧，同樣都係望翻維嶺公園以及係城市景觀為主噶啦，望出去都比較開揚嘅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再入嚟睇下洗手間同埋睡房嘅情況。洗手間咧係一個3段式嘅設計。
出邊咧係鏡櫃同埋洗手池，裏邊咧有一個獨立嘅坐廁空間，上邊亦都有窗可以通風透氣嘅。入嚟睇下淋浴區，淋浴區咧比較闊落，企翻2個人喺度都冇問題。上邊配嘅係簡單嘅花灑。OK，咁我哋而家入嚟睇下睡房嘅情況先啦。呢間睡房嘅空間咧都比較充足嘅，而且採光咧非常之好，望出去咧就係正對住維嶺公園，望出去嘅景觀都幾靚嘅。中間擺嘅係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咧有個衣櫃，收納空間都可以。上邊咧係有冷氣機嘅。咁我哋講翻呢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呢個單位嘅月租金咧係5100蚊一個月嘅。咁我哋依家帶大家過去睇下兩房嘅單位，再嚟睇下70平方2房1衛西南朝向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嘅家私家電咧亦都係全新嘅，業主首次出租。我哋入嚟睇下廚房先。呢個廚房嘅空間咧都非常闊落，企翻2-3個人都冇問題。有窗可以通天然氣入到廚房嘅，配嘅係雙爐頭嘅煮食爐，可以明火煮食。上邊咧係抽煙機，上下櫥櫃都做齊啦。側邊呢度咧仲有個星盤，隔離呢個位置咧有個熱水器，亦都係通天然氣嘅。咁再望翻過嚟呢度咧有個雙層嘅雪櫃，雪櫃亦都係全新嘅，就唔打開俾大家睇啦。出到嚟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餐廳嘅空間。餐廳嘅空間咧非常之闊落嘅，擺嘅係4人嘅用餐位，對落就係我哋嘅客廳。客廳而家擺嘅係2人嘅梳化，其實中間呢度咧應該擺翻個茶几嘅。咁業主咧係配齊呢啲家私家電啦，嗱嗱聲出租啊，可能未配齊嘅，咁到時咧都可以同業主傾翻，擺翻個茶几喺呢度啦。上邊咧有冷氣機嘅，咁我哋而家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先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咧非常之充足嘅。依家擺嘅係洗衣機揭蓋嘅，上邊咧有晾衣杆可以喺度晾衫。西南朝向景觀咧都係望翻維嶺公園同埋城市景觀為主噶啦，望出去亦都係比較開揚嘅。OK，咁我哋而家入嚟睇下睡房嘅情況，入嚟睇下第一間睡房先。咁呢間睡房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擺嘅係1.2米嘅床褥啦，可以做到兩面落床。呢間房嘅採光都唔錯。上邊咧有冷氣機，中間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洗手間。洗手間嘅空間咧都可以兩段式嘅設計，乾濕分離。呢個位置咧坐廁、鏡櫃同埋洗手池。裏邊淋浴區嘅空間咧亦都係比較充足嘅，一個人沖涼完全冇問題。上邊有個花灑，有窗可以打開通風透氣嘅。咁我哋依家入嚟睇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嘅採光咧非常之好啦，因為呢個朝向咧西南朝向，採光好，亦都係比較通風透氣。咁呢啲窗咧都可以打開嘅。中間呢個位置咧擺嘅係1.5米嘅床褥，做到兩邊落床。側邊咧就有個衣櫃啦，收納空間都可以。上邊咧有冷氣機嘅。好啦，我哋講翻呢一個單位嘅租金情況，月租金咧係6100蚊一個月嘅，所有嘅戶型已經睇晒啦。我哋依家落去樓下同大家做翻個簡單嘅總結。依家嚟到樓下原街店鋪嘅位置，同大家簡單總結翻今期呢一個單位嘅情況。呢度物業費係5.9蚊一個平方，民水民電嘅收費標準，年租月租期係250蚊一個月。今期帶大家睇嘅3個單位咧，都係業主收樓之後配翻啲家私家電首次出租嘅，咁大家就唔使話擔心有其他人住過嘅痕跡啦。咁呢度自住嚟講咧，亦都係非常舒適嘅。我哋步行3-4分鐘咧就過到去地鐵站啦，坐翻地鐵20分鐘咧就可以翻到蓮塘關口。住喺呢度翻香港翻工亦都係可行嘅。周邊嘅生活配套咧非常之齊全。我哋樓下咧有非常之旺嘅底商啦，包括有生鮮超市、髮廊、食鋪。基本上可以滿足翻我哋日常嘅生活所需。咁如果大家話想去行商場嘅話，周邊亦都有選擇嘅。我哋附近咧有喜匯城、天河城購物中心兩大商場咧，都係喺我哋步行10分鐘之內嘅範圍啦。咁如果大家話想去行翻其他商圈嘅話，其實亦都可以去翻水貝商圈，以及係布吉嘅萬象匯。咁呢兩大商場咧，距離我哋都係2公里嘅範圍之內，打車過去10分鐘都唔使嘅。咁周邊嘅商業嚟講咧，亦都係比較豐富以及係比較旺噶啦。咁呢個位置咧，生態亦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咁我哋過去
東湖公園、翠竹文體公園以及係深圳水庫咧，步行過去亦都係10零分鐘到嘅啫。所以呢個位置咧，基本上係集中晒所有嘅配套啦。醫院亦都係有嘅，我哋步行10零分鐘，亦都係可以去翻羅湖區婦幼保健院。所以住喺呢度咧，基本上10分鐘咧都可以搞掂晒我哋嘅日常生活所需啦。咁如果大家話有冇啲平平地嘅單位唔使租可以買啊？咁而家呢一個樓盤咧，佢係現樓嚟嘅，所以咧佢依家咧仲有少量嘅貨啦，係33至到35平，咁依家咧仲有20零套嘅，個總價咧係102萬起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聯絡 Mia 發翻啲詳細資料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好啦，無論大家租又好買又好，咁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聯絡翻 Mia。屏幕上方有2個二維碼，歡迎大家掃碼添加 Mia 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。如果大家覺得本期嘅分享唔錯嘅話，唔該幫手點 like 支持下，同時 follow 埋我哋頻道，我哋會持續更新深圳嘅樓市情況俾到大家。下期再見。